哇！我好開心啊！係啊，我好開心啊！辦事有咩咁開心啫？日日都有賣菜㗎啦。今日晨早起身，覺得特別精神，皆因有 Nicholas、德榮仲有顏美欣，尋日金河廣場陪我返屋企，全部不滿陪我大覺瞓。起身第一件事，我要飲雞精。講到飲雞精，我揀白蘭氏，因它幫我保持機警，我飲咗特別醒，保持頭腦最佳狀態，眼睛精。My FM 你實在充滿活力，有你陪伴我會更加努力。白蘭氏你幫我保持機警，我飲咗你覺得特別醒。所以各位朋友千萬要記住，晨早要聽 My FM， 雞精要飲白蘭氏，一邊飲一邊聽，陽光燦爛的笑聲，包你一帆風順做事唔會心驚驚。My FM 你實在充滿活力，有你陪伴我會更加努力。白蘭氏你幫我保持機警，我飲咗你覺得特別醒。識唔識嗌 My FM My Music 啊？幫我講啦 ，My FM My Music 啊，第二係1、2、3 ，My FM My Music。All right, good.